要设计一下那个有自己的时间啊，或许就躲到厕所去把门关起来，哇，在里面清静一下。然后呢，过了2分38秒之后呢，突然听到小朋友在外面，妈妈，哥哥打我，没有妈妈你在哪里？然后就默默地站起来，然后打开厕所的门又走出来。所以3岁以前我们还没有这个茶具还没有软，好，所以稍微有自主能力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是非常辛苦的。所以呢，3岁据说伤3点，常悲烈。为什么伤3点？就是3岁以前真的要受到父母亲无微不至的呵护，没有办法离开他们的视线的，所以真的，当个爸爸妈妈之后才能够感受到爸爸妈妈的辛劳。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能够帮爸爸妈妈分担一些，都能够体恤他们的辛劳。那不管我们几岁了，我们已经多大了，我们都是父母亲一辈子的牵挂。不管我们在哪里，父母亲的心里都会挂念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常常跟我们的父母亲保持联络，让他知道我们现在的状况，让他知道我们过得很好，让他们安心。那我们来看一下。
妈就是这样子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阶段，所以妈妈的眼睛啊，就像是明灯一样照亮我们一辈子。可是当我们渐渐长大，表示我们的妈妈渐渐年老，所以我们要去关心她，要珍惜时间陪伴她，这样子才不会有所遗憾。那刚才影片有讲到说，爸爸妈妈总是喜欢把最好的都给我们。你看他当一点电锅，什么都帮我们想到了，真的，什么好的东西都想要给我们。像后学要是回娘家的时候啊，后学带回从娘家回来的行李都比后学回去的时候多至少1倍，真的不夸张。后学本来行李3大，回去的时候回家变6大，倍数成长。那妈妈就说，这是你爱食的，这是孙爱食的，这是你阿爱食的，全部通通包办了，都让我们带回来，满满的爱心，满载而归。所以爸爸妈妈都知道我们喜欢什么，我们爱吃什么，我们知不知道爸爸妈妈喜欢吃什么东西？我们知道吗？知道，棒，就是要干，我们要去观察，去注意，我们要去了解，然后有能力的我们可以看到了顺道就带回去给他吃，就像他给我们满满的爱一样。这个。
那接下来这个广告虽然很久，可是后面很喜欢这个广告。我这里开始呢，你刚好回家了耶。对呀。干嘛？爸爸的背是我给家庭里最深刻的记忆。每次回家的路上，一定会经过的那个大厂福利社。我记得那里冰棒的味道，像父亲背的味道。他总是坚持要接我回家。后来我在台北念书，放假回家，他也一定要来接我。
我就说，或者是我去就好了，你在这里等多久了？然后我的爸爸就说，没关系呀，我就爸爸帮你拿行李呀，我帮你接小孩呀，我还要回来多远？所以我也真的很感谢，真的很感谢，我就觉得爸爸妈妈很为然后觉得说，即使日后也已经当妈妈了啊，这个爸爸妈妈还是这样子的照顾我。那其实我们能够有今天，都是来自于我们的父母亲，没有他们在背后的关爱，我们是没有办法有今天的。Daddy is the sweetest daddy in the world. Daddy is the most handsome. The smartest. The most clever. The kindest. He is my Superman. Daddy wants me to do well at school. Daddy is just great, but he loves. He loves having a job. He loves about having money. He loves that he's not tired. He loves that he is not hungry. He loves
and we have everything.
幸好我们在座的各位姐姐都非常有根基，都求到了，我们可以借着评比，借着学习，来慢慢的调整我们的语句，去除我们的毛病，慢慢的，让我们的这个孝道会更圆满因为其实像这是最难的就是这很难，因为当我们脾气毛病上来的时候，我们没办法控制自己，所以这也是我们修行的功课，这也是我们人生很重要的一门功课。那父母亲对我们这么包容，我们要知恩图报。ที่บอกว่าก็คือคนที่อยากให้หนูกลับบ้านมาก